下定决心要用我部蓝台卡海接来试一试。这个车呢，就是开着声音响，现在速度还慢了，你高速上面不得了，哐哐哐哐哐哐哐，吵得我头昏脑胀，再不修我就要发疯了。很长时间了，我老公就是不肯修。你搞啥子啊？那你知道什么问题了吧？好，那就回去吧。今天能修好吗？有配件就可以。那我什么时候知道多少钱呢？好，那我到2楼去等啊。现在交关迷啊不晓得，别狮子大开开，我心里无一不知。电话来着。建议换前轮的轴承，材料费313一个，人工费呢是240。这个东西也给我弄一下，都掉下来了，你看看。什么地方坏了？看不出来啊。简单来讲就是磨损。原来才怪我谁是那个来去噻。现在看看搿点不拉几浪的人，其实瓜子当医生差不多，侪是好个专业服一样。哦，伸下。还不是往开里不开。不是，当天来个辰光是3位孩子店是哈，但是啊500多块啊，你花去的。你到种 4S 店那个配件给上3个了，验伤没伤？一辆车子3万个配件，样样侪摆不起。开始打车子，想出去，本身那种事应该是懒里做个事体。哦，你哦什么哦？不是跟我说话，因为你跟我说话。我在录视频，你哦，你还听不懂我讲什么话是吧？529块，臭汽车水海看孙子。你还阿爹啊？是你不还阿不噶？阿爹当你毛子房子，你还阿爹啊？哈，上年当你毛房子，你还上人啊？啊，这里势利了还我哈。我跟你讲，你一般动力是阿不的，阿达？高死一口，不能做3帮眼啦噶。是为了还阿爹啊？你还是啥个小哈？少人迷都害少人，真让得不得了哇！哎呀，你上个台里，哎，个腿脏得不得了，哎呀，哎不也不说这个哦，你白个辰光还不干？他 FC 噻，他们哎带了好有劲，我打 FC 还不放我吃的，上我吃，不能给他已经抢了还干，来再抱我吃，再抱我吃，不能抢了还啊，哎，高兴高兴，哦哟，那不爱不面子的哈，谁说爱不身子再高，你那是哈，这也是基因哈，他是别个，哎不对，否则那个有名的哈，带路他去噻。你爱伢子做做事，人家没还有隐私。这临时有人不做家务，地浪烧菜，台子起子呀，他的浑身不得高。外婆讲的这还在请的钟点工。